姐姐，入秦多日，你不是吃不下东西，就是把吃的东西全都吐了出来。若是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公主受的苦你都看到了，且不说送来的膳食粗劣，用膳的时候竟然仍在行进中，人坐在马车里颠得七荤八素，还没吃一口就吐出来了，这哪里是迎亲啊，分明是折磨人。这里不是我們楚國王宮，身邊也不是我們楚國臣子，荒郊野外，缺衣少食是難免的。千里迢迢，吃不下也得吃一些。身子是姐姐自己的，損傷了無人可抵償。出嫁前，只知道這一路曲折遙遠，誰料會如此艱辛。還有那個蒙敖將軍，更是可惡，完全不把我們放在眼中。蒙敖將軍是粗人，行武嚴整，只怕他有他的難處。再有難處，也該知道自己的身份。舒公主是王後，是主子。若在楚國，她如此叫囂，腦袋早就搬家了。過2日就到武關了，再忍一忍吧。奴婢能忍，公主如何忍？一入秦地，就黄沙漫天，西風凄涼，稍一露頭，身上嘴裡全是沙子。這一路上，連個驛站都沒有，晚上只能睡臭烘烘的羊毛帳篷。你問問公主，入秦的這些日子，公主有多少天沒梳洗了？那段時間坐船，我以為會是最難熬，如今想來，就如同仙宮一樣。既然出嫁沒有退路，那姐姐只好想着，只要熬過這一關，往後就好了。如何之後？熬不過眼前，又哪來的往後？我真是想家，這一路越走越灰心，這般周折，真是讓人……姐姐是想說，真有些後悔出嫁了嗎？什麼越走越灰心？明明是越走，與心上人越近才是。哪來的心上人啊？進入秦國這些日子，姐姐可聽說過秦國4塞？武關、函谷關、蕭關、大散關。武關城是秦楚邊塞第1城，秦王就是從這裡出關，進入大楚，去向姐姐求親的。妹妹提起秦王求親，真是恍如隔世。到了武關就有驛站，站站相連，一路平坦大道直通咸陽。到那時，姐姐就可以好好歇息，調理身體啦。妹妹也想早早到武關，對吧？當然。說來也是，這麼多的車馬兵卒，都是因我而來。我要是打不起精神，不是更連累了大家？好了，把水和食物給我一些吧。姐姐，來。姐姐。姐姐，想來我也真是佩服你，這粗礪的糕點，如同嚼蠟，你是怎麼咽得下去的？姐姐是從小沒有嘗過餓肚子的滋味，其實有東西吃，比餓着要舒服多了。真的嗎？舒公主是金枝玉葉，天生就不該受苦的。像這種吃食也能將就下去的人，是自降身份，自輕自賤。姑姑若是覺得只有餓肚子才能保住大楚臉面，那你就餓着好了。但不該勸姐姐也挨餓。
路上行程艱難，需要體力，不吃哪兒來的力氣車馬勞頓？別爭了，我倒是真有些餓了，我再吃幾口吧。